李水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8月最后一天，31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3篇第1节到第4节，13到18节。出埃及记第4章第1节到第9节，启示录第4章第10节到3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醒过来。有人讲上帝互法老心硬，为什么要杀法老的大囝？就这个字面上来看，这种的怀疑好像亲像真合理，但是事实上一点仔都无合理啦吼。因为呢，这个无去看到济的事实，或者是讲圣经无记载遐尼清楚。另外也捌听过有人讲，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无接受旧约圣经，因为迄是犹太教的，所以甲基督教无关。而且是几若千年以前的记载。咱若无斟酌去家己思考，检查咱会接受即种的讲法。但是新约圣经敢嘛毋是2000几年前的记载吗？为什么咱就会当接受呢？其实迄甲偌济年是无啥物关系啦吼。是看讲咱有了解圣经真正的意思，无这有关系啦吼。今仔日的经文出来记第4章第10节到31节的记载，就是讲摩西伊的匠人叶忒罗来过时，因为伊受上帝呼召要去埃及，要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其中出现即句话，安尼讲耶和华对摩西讲：你倒去埃及的时，着注意将我所交代伫你的手一切的奇事，行伫法老的面前，总是我要互伊的心硬，伊也无要放即个百姓去。你着甲法老讲，耶和华安尼讲：以色列是我的囝，就是我的大囝。抱着咱头前讲的即种心态的人，就伊会讲，你看是上帝故意互法老王心硬啦吼，却要因为安尼来杀因的大囝吼，这感觉真伊无法度接受吼。虽然安尼讲啦吼，就是讲咱知影圣经是一种回顾式的一个记载。也是向上帝启示的记载，但是因为嘛帮助咱现今的基督徒来思考，并且真济的这个提醒吼，甲警告。其实伫现代的战争来讲，嘛是有真类似的情形啦吼。这个除了讲咱知影历史世界大战，日本偷去攻击这个珍珠港以外，这是其中之一嘛吼。真济时阵，两国的交战，也是两方的交战，通常拢对外交开始处理，撤退这个领事馆撤退这个大使馆撤侨民断交啦，是讲武力的展示然后才渐渐进入这个备战的情况，也是讲甚至战争。伫前礼拜有记者访问美国现任的总统讲，如果中国呢来侵略台湾，将这个真高科技的产业甲摕走，你会安怎做？总统来回答讲吼，中国知影我会安怎做啦吼。迄个意思就是讲，伫美国现阶段已经有做真济的警告的动作。如果中国阁是安尼调故意要安尼做的时阵，伊就知影结果。即个情形其实是甲咱看到即个出埃及记即个情形足类似啦吼。埃及法老王伊想要凭着家己的武力
伊的武力呢，当然毋是飞机啦，迄个时阵无啦吼。伊的武力就是伊掠做迄个足有才调遐的神明。上帝差遣摩西去甲法老讲，你知影我会安怎做？但是法老却犹原共款，超过伊，也是讲坚持家己的想法。伊掠做伊的神明，就是伊的试粒的即个导弹啦吼。无想到讲伊的术士会通变蛇，亲像即个中国无几日前试射的即个4粒的即个飞弹，内底有2粒是失败的。法老王无去料想着讲伊的武器原来会失败吼。法老王一直反悔的心，佮继续来攻击，继续来硬心。继续无爱互以色列人来离开吼，所以就互上帝受气，也是讲伊就无倚靠上帝，因为伊是要倚靠神明啦吼。当然，伫即个方面，牧师嘛毋是即个武器的专家，嘛毋是军事专家啦吼。但是整个的即个态势来看，牧师认为好，咱参像等于伫迄个摩西时代的时阵，咱看。摩西甲法老王因所代表的一个是神明，一个是上帝咧对战共款吼。正着安尼，咱就知影讲圣经伫逐世代有伊无共款的意义甲提醒。上帝嘛正着安尼要对咱现代人咧讲话啦吼。启示录的记载，约翰安尼提醒即个撒狄教会的信徒，着爱醒过来，着爱觉醒啦吼。亲像咱头前咧讲咧面对战争的情况的时阵，咱真侪时阵，咱看见咱所咧面对即个世纪的大灾难，就是讲咱中共的武汉的即个肺炎共款。有真侪西方的人、西方的国家一开始的时阵，伊无相信，甚至对伫东方即种大喙南的文化，感觉足看袂起安尼吼。当然，寒冬初时拄开始是 WHO 伊嘛无醒过来吼，伊就讲迄无效吼。但是后来发现有挂喙南的国家着病的比率拢较低，开始着逐国就开始鼓励也是讲命令有即种带喙南的命令。最近特别咱伊看见世界新闻中间德国。因搁另外一个觉醒，因发现即种逐个人拢掠来做检查的即种的普筛，颠倒会造成大流行，所以因觉醒过来，开始来采取即个隔离的政策，14天隔离的政策。咱时常伫即个代志伫发生的下面，也是讲咱咧讲的当局者迷啦吼。咱过度坚持家己的想法，无爱听真正的提醒，然后就接受迄无好的结果吼。亲像埃及甲法老王，因嘛是拢共款安尼。这时阵咱袂当搁一直来怪讲拢是上帝啦，伊着互人安尼心硬啦吼，搁要甲咱足容易赖互别人啦吼。但是反倒当咱实在是爱约翰伫启示录的提醒共款。咱来紧紧醒起来，咱来修正，咱来顺从上帝，免得拄着遮个灾难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8月31号，是8月的最后一天。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3篇第1节到第4节，13到第18节，出埃及记第4章第1到第9节。启示录第4章第10到3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醒过来wake up。有人说上帝让法老的心硬，那又为什么要因为这样子来杀死法老的长子呢？就字面上来看，这样的怀疑似乎是蛮合理的但事实上一点都不合理了因为这样的说法呢，蒙蔽了许多
事实。也或许我们可以说，圣经并没有记载的那么清楚。另外又有人这样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接受旧约圣经，因为那是犹太教的，跟基督教无关，而且呢是好几千年之前的记载。那我们如果不经思索，可能就会接受这样的说法。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新约圣经不也是2000多年前的记载吗？那我们为什么就能够接受呢？其实那跟有多少年是没什么关系的哈。最重要的差别是在是我们是不是看懂了圣经真正的意义，这样才有这样的关系哈。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第4章第10到31节，记载了摩西他向他的岳父耶特罗告辞，然后呢受上帝的呼召要前往埃及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其中出现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上主又对摩西说，回到埃及后，你一定要在埃及王面前行我赐给你的能力，去行各样的神迹，但是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不放我的子民走。那时候你要告诉埃及王，上主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我要让我的儿子去敬拜我哈，你拒绝了，所以我要杀你的长子。看到这一段持上述的心态的人，就又要说了，你看这是上帝故意让法老王心硬的，又要杀他的长子，实在是说不过去了哈。那其实这圣经的记载，特别是在旧约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回顾式的记载，上帝的启示。也帮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思想很切实际现今的一些提醒或是警告。比如说，我们可以知道说，以现在战争为例了哈，那当然除了20世界大战日本偷袭了珍珠港之外呢，类似这样的情形之外呢，有很多都是先从这个外交上处理撤领事馆啦，撤大使馆啦，撤侨啦，断交啦，有种种的这种警告，那武力的展示啦，然后再渐渐进入所谓的备战或是战争的状况。上礼拜有记者问美国的现任总统说，如果中共这个入侵了台湾，夺走了高科技的产业，你会怎么做？那么总统的回答是说，中共知道我会怎么做。那意思就是说，美国现阶段已经有做了许多警告的动作。那如果中国还是一意孤行的话，他就知道结果会是如何。埃及的法老王想要凭借着自己的武力当然他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飞弹可是他认为这个他的神明神通广大，所以他可以依靠这个。那上帝差遣了摩西去告诉法老王，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可是法老王却一意的孤行，他以为他的神明可以成为他的武力，就是我们说的4颗导弹可是没有想到说呢，他的这个导弹呢，就像他的术士，他虽然可以变蛇了可是有一些事情他们就不行了。那前几天中共试射了4颗导弹，有2颗就失效了，半路就掉下来了从法老王的角度来看，他一再的反悔，然后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就如同那个导弹的事情一样，就有一些就没有发生功能，但是呢，却已经激怒了对方。虽然牧师不是这个军事专家，更不是作战专家但就整个态势来看，牧师觉得这样的现实的情况也带我们回到那个摩西的时代，看法老王跟摩西之间一个神明跟上帝的这个能力的对战一样，我们就明白了圣经其实是在各世代它有不同的意义
以及上帝要在我们现今呢听到他要对我们说的话。启示录的记载，约翰这样提醒撒狄教会的信徒们要醒过来，不但是如前面所说的面对战争的情况，也是我们基督徒在面对这个世纪大灾难中共武汉肺炎的情况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很多的西方人、西方国家的一开始对这种戴口罩不太相信甚至耻笑东方戴口罩的文化。当然，一开始连这个 WHO 也没有醒过来，他也认为口罩没有用。但是后来呢，发现有戴口罩的国家染病的比率都比较低。那渐渐的，各国就开始鼓励或是命令有这样戴口罩的命令出来了。那最近我们在看新闻就看到说，德国又另外一个觉醒也醒来了啊。他们发现普筛反而会造成一个大流行，因为检测不是很标准。他们醒过来了，开始采用了居家隔离14天的一个方式。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当下，我们没有办法去看清楚。我们说当局者迷了或是我们过度坚持自己的想法，而不愿意去听到那个真正的提醒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面对或是接受不好的结局。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一味的只有怪罪上帝都是上帝害的，都是上帝不帮助我或是我们就一味的赖给别人，或是质疑别人其实我们反倒要像约翰在启示录的提醒一样要快快的醒过来。我们要修正，然后要顺服上帝，免得呢我们遭殃。